台南市區鐵路地化目前全線崩坑主體甲鐵基路工程已經完工，整體施工進度突破8/5。鐵道局正進行地下新站的裝修收尾甲機電測試，預計2026年底進前正式落地通車，會當講是邁入最後衝刺階段。的動力機車測試來去做，一個是動態測試，一個是整合測試，主要在這個階段來講。交通部長陳世凱日前無通知就前往工地，多了解工程進度，並慰勞第一線施工團隊的辛勞。南鐵地化工程全長8.23公里，完工以後會一口氣消滅沿線23處的邊高道、地下道甲陸橋。上特別是改建以後的台南車站，將直接升級，成做有4國語言、有上新版本的導覽指標的車站。台南新聞軍事採訪報道。